除了好山好水，讲到花莲，还会问到乜嘅呢？日本书的日本人提吉安树峰屯枫林野造比所打造移民村，提花莲市嘅美仑山乡，则有一则专门提供本日本军官黑的宿舍群，现正日本高级军官黑的高所也规模韩国设计如屯100年日本式建筑模共用，也建制内花莲嘅历史发展。日本人战术过后，宿舍群由国军接手，10年前设体拆喺度。地方居民地嘅实体发起抢救，能有好保存下来。那我还要带大家去看亚洲有人自家上爱来保存老屋嘅利益，同老屋复旧、重生、过利用、重新侵转老屋头摆嘅方法，也创造为老屋嘅新价值。上了景角风溜溜个，行业发展时民生社区两大日本式宿舍区，从因全国施工路行转到路头白。因为在清朝时代那个营区清朝时代就有驻军在那边，后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定了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日本人呢，就台湾总督府他就有派驻东部的一个分屯大队，大队指挥官叫中村大佐，他就住这栋建筑物。为采美仑海顺200栋日本式建筑区，台中係1932年推起嘅，改良是係日本軍高級軍官宿舍。隔熱也好，防潮也好，它还有另外防震。防震的话，它都有那个轰撑。專為日本高級軍官大業，等級老規模都比日本日本式建築高。尤其2棟將軍府係日本軍指揮官中村太蔵大業。除了考量採鋼、通風、鋼面2道，然而還貼片台，重新還拿老面膜控肉。有很多日本專家也有來看過，他講這個是不是那個傳統的日式建築，它是有歐風格。其他的日本建築的話，它那個外形，它都一般都是直統統的一棟這樣不像它這個是有這個一個主建築旁邊還有一個副的那個一個小的那個小型建築。建築區有單棟式老松聯式兩種，無論結構也係公內都有貼片設計。進來它這個庭院，然後進來這裡是等於穿堂一樣，脫鞋子，這個是鞋櫃然後這邊是等於是它的那個起居室客廳一樣的這邊是等於是那個餐廳廚房這邊是它的臥房但是呢，它白天的話它是這個樣，但到晚上全部都變房間。個個看高下，美崙海彎的話個建築區除非材料好吧彎嘅素材，下個雕個還看得到花蓮講，專為材創造軍事體力位置，並讓老總頭出氣地點。美人溪口在清朝時代大陸先民都從福建、廣東那一帶坐船渡台灣海峽，然後到基隆，再到宜蘭。再到花蓮美人溪，那以前的話，那個船隻可以從美人溪直接可以開到龍濱橋上面，因為剛好這個是溪口，所以他部隊駐紮在這裡，剛好可以防守。日本人戰敗過後，並讓老宿舍區出高本國軍，最早係陸軍兵工後港落來，做國軍建設，當到高階軍官都是大過倆。這裡面官階都很大。因為以前住在這裡除了這個是將軍以外，其他很多都是上校、中校。日轉人都看得出歷史嘅選擇，一條草、一條樹葉下下時代嘅改變。不過建築區每時都個小型危機。民國93年那個國軍有一個老舊重建案把這些眷村都遷移了。遷移以後，國防部本來要把這塊地整平以後要賣給建商，講一定要拆掉了，那我們都保留的是我們的以後子子孫孫可以
回想这个历史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嘛讲，我嘛讲，这安尼研究我讲一定坚持讲一定要保留。今面地道消息，就呢种五面冲大头发起重游宿舍群。处理迄边拢知影讲，一个动静，他就打电话给里长，我看就赶快联络我们的总干事啦，我们的上级跟我们的一些工作者呢来到现场，警方被我们骂一顿。最拆迄个建议，就是为拆怪修咧，老动咧唔去拆，讲迄件信箱出去。我们总得让它拆。县政府文化局还有中央文件会都有来勘察，勘察以后认为有保留价值，所以他们就有跟国防部协商，就是说这个房子不要拆。初建整齐的2-3年，建筑群总算保留下来的。2005年，将军府列做人体古迹，其他7栋建筑物是很列做历史建筑。不只针对社区应该是属于花莲县市民都可以感受到说，这个历史建物保留下来，这个呢绿地空间能够留下给我们花莲县的子孙，真的是很大的福分哦。在就近在花莲的市区的建华区来到这边才几分钟就可以看到这么幽静的自然景观，而且有结合了历史人文建物的自然之美。台湾好像像这样，整个是一个虽然说不算大的社区，能够整体能够保留下来的其实并不多了。那我觉得很棒，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可以坐在这里，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好像有更真实跟更淳朴的自己出来。一下宿舍區3天坦係國防鋪界，就花蓮人政府文化局推廣，就民生社區嘅見面來形容。2009年，老文建會申請到台州1000萬元經費，到體育動界6區之日人中宿舍帳號，除了做藝文展覽空間，還省略了之後，花蓮人為之間藝文圖書展覽室，按做南方文庫。從數將權就900本，單單係日本文學老社會科學，還有招呼時期嘅珍貴資料。南方文庫就是較早日本統治，統治的時候，這是南方。這冊是一到月來都是中民交流會提供的一部分是社會人士提供的啦，有的一部分是日本人看過，這個日本書是。有这个书爱提供。時間地料會提高，天平睇嘅歷史記憶地料會出現，最會遲到歷史文物當重要。兩民間發現各位保存老屋嘅夯土，地料棟拍攝嘅建築物未看得到。它的结构很特别，是它1楼的那个墙壁是用那个板印，然后2楼的话就是木头的结构，然后3楼是这样，然后它4楼那个天花板是整个都是木头的这样做，就是整栋其實每一個樓層都有它很特別的結構跟特色，這個是我們進來整個就是拆開它的裝潢之後才發現的。不過本地係日本式建築，係花蓮才提報上嘅辦公室。民國40年大體統橫體過後，會建造2下嘅容額，做保管空內容。對面就係花蓮球房插頭，頭個2位是東鬧年。早來全台灣收藏商品，用心打造當隻角頭，用到嘅海內東東年嘅保管空，2下係全球每嘅溫藏加比杆，未係花蓮時嘅藝文空間。6下賣古董工藝品，2樓就溫藏商品。3樓是係加比傾時間，還那2係幾張嘅第3棟樓屋。因為我們現在是賣台灣的特色的東西不管是吃的啦、用的啦相關的東西，這些其實這個房子為我們的東西增色很多。老實認為裝潢拆鐵，個樓機做到海納住個安全，為嗰本應看到樓屋本身嘅容額，也係全球每個講法施工。像你現在看到這個鐵架都是它原本的顏色，然後木頭也都是，我們都沒有再重新上漆或是上色。那我們覺得說，其實你要改變它很容易，但是你要恢復原貌比較難。
不过两部嘅花莲东东老屋本人拆拆，当地为啥老屋嘅村小妹都唔判定。我自己会觉得说不应该拆了哈，因为我觉得你拆了就没有了。那可是我觉得我们没有能力去改变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很多的建物它很漂亮啊，但是因为它维修可能很需要很多的费用，但是私人没有那么多钱。那政府如果说没有投进去维修它的话，它就不可能存在，或者说政府过度的修护它，我觉得那也是不对的。两栋老屋係村小妹老屋主票嚟嘅，整個嘅老屋就嚟新嘅利用方式，係那強壯為材料起衝爆起淨化素材，兩件古色古香嘅家備館，是係兩下嘅屋主買嚟是嚟貴千萬元整好嘅。你啊，當買了無，唔通你無色的吼，你唔免就切無色的呢。你迄時期吼年代就熱油，佢要出油，啊出油吼，佢要熱了再無，啊用現，啊係個人的迄杉木，啊方形的迄ヒノキ迄塊木。專為為財商業用途，做得起設站材料，但超數本單係想買來投資去判斷。不過專為自己對業務主嘅認識，佢哋老老屋拆體狀元容易高留嚟下來。这中间包括我们的师傅，还有我们的所有来做的每一个人，大家同心就是要有使命感啊，在做，包括我自己有使命感了，在做。那我觉得，单单这个东西哦，都太值得了，那个价值是无限的啦。我当初看到这间厝吼，感觉是讲，这间厝已经介久啊嘛，已经小可有起去啊，倾斜啊嘛。啊，若要维修吼，我第一印象是爱开介济钱，啊工爱开介济。起标算真好啦，你一般即摆人就是拆掉尔，你即摆拆掉重建，你盖洋房有无？变都较省钱。啊，你要保留即个厝有无？你会超出你原底预算会超出介济。不過正好用啲嘅閒嚟經驗，準備上樓下同人分享，甚至虧了兩件家備館，開放過後，人落來咧，冇想到嘅事情未發生咧。你根本本來唔啲嘅東西，你然後講呢片較壞事情，然後我都感覺當有意思。當然你都感覺呢東西，你將保存下來，你會記得會感動吼，讓啊啲個感覺講啊做一件事情是當有意義的事情，我才會越來越珍惜。所以都每我們當想講，啊即使我哋開咖啡館，生意冇好唔怕，啊就是不了雜物吼，唔係講關燈，我是開放不太敢講，你那可能介意亂入來啊唔老夫身在聯動都應該共同記憶，開始能雙時發展嘅文化容貌，來描述老村小妹用自家嘅力量來長老夫就嚟新生命，未看到跳過嘅風化。民生社區嘅機密只係透過實體力量，用民間大頭讓鄉政府讓日本水池路圈保存下來。不過殺下來嘅恢復管理是係難以將東回去嘅大工廠。從係將軍府其他嘅兩機動宿舍，亦建議地車標榜，實行等到建會隊長。建議咪希望公部門愛重視，好不了到都冇簡單就留下來嘅建築圈，做啲技術工人挑擺嘅股，係那會技術建設，發展南北嘅發展。